我今天这搭配怎么样？非常可以。哎，一会儿咱俩到酒吧就坐吧台，说不定有人请咱俩喝酒。坐吧台吗？说不定有人。两位想喝点什么？团购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这小杯子不得一口一个呀？万一度数大呢？没啥酒味儿，酸酸挺好喝。谁都带着。我靠，我妈。这个。是。咋了，妈妈？我在苗苗在看书呢。哎，你好。哦，这么晚还在看书啊？那你们看吧。好的。可以，非常可以。